罗马说，这衣服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。大家去湖边跳仙舞，为新的一年祈福。舅舅是这里的村医，他搜集当地民歌，编成了一本书。新年晚餐跟我家乡很像，牛肉包子有妈妈的味道。我们自己的民歌，我就是出的。不光是我们藏族，很多的少数民族，音乐、舞蹈，其实都是在歌颂生命，在歌颂生活。像舅舅一样自发的，再去做这种传承也好，我觉得都是特别特别珍贵的。痛啊痛啊，天痛啊，爱我的天痛啊，这个我有点想家了。抖音